大家好，我是七七先生。今日我会针对骨盆做瑜伽运动，请大家准备一张椅子，没有轮子的椅子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。待会会用到比较多大腿要往外，以及大腿前侧发力的动作。腿会比较酸是正常的，如果真的没有力气，就扶着坐在椅子上面，稍微休息一下，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首先我们把椅子放到前方来，我们把右脚先踩到椅子前方，往前跨一大步。我们把骨盆、膝盖、髋关节稍微活动一下，脚先勾起来，膝盖弯曲，往前踩，往下蹲下去，站起来，吸气预备，吐气往下，吸气站回来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最后一次，吐气，吸气。好，我们直接往左边转过来，我们要换侧边的。刚刚是前后，现在换左右两边这个方向，所以膝盖要记得往外打开来，让膝盖保持在12点钟的方向。一样，双手叉腰放在骨盆的地方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往左边，膝盖弯曲往下坐下去，让你的两边的大腿内侧都会有一点紧紧的感觉，没有翘屁股。收回来，双手叉腰，吸气站回来，吐气往下，吸气往上，吐气，停停呢，吸气，吐气，背持续拉长，肩膀不紧绷，吸气。最后一次，吐气，屁股会稍微夹紧，让你的两边的髋可以打得更开。停停的吸气，腿伸直，站回来。好，右边的脚放下来，我们往左换左边，左脚一样站在一样的地方，脚踩稳，左脚抬起来，直接踩到椅子上，双手叉腰，吸气，脚踩上去，脚先伸直，稍微勾脚。好，吐气的时候，脚掌往前踩，膝盖弯曲往下，肚子会碰到大腿是正常的，没有问题。吸气起来，好，吐气往下，很好。后面的脚记得要伸直哦。再一次吸气向上回来，吐气向下，上半身要打直，尽量不要弯腰驼背，尽量背打直。吸气回，吐气再往下，肚子会贴到大腿，没有问题。吸气回来，最后一次，吐气，停停的吸气，站回来之后，直接往右边转，脚踝稍微动一下，脚跟动一下。左边的膝盖往左边外侧打开来，膝盖朝向正前方，没有趴进来哦，用力往外打开来，双手叉腰，吸气预备，吐气的时候屁股往下坐下去，膝盖弯曲，让你的右边大腿内侧紧紧的拉开一下，吸气回来，吐气，吸气，肚子持续收上来，屁股没有往后，屁股一样在正中心。吐气向下，膝盖向外打开，大腿外侧出力。吸气回来，吐气向下，吸气带回来。最后一次，慢慢的吐气。慢慢的吸气，站起来，
好，把左脚放下。待会我们会加上后面的脚跟抬起来，我们要做一个脚踩在椅子上的高弓箭步。好，一样的距离，脚就没有改变了，右脚直接踩上来，踩在我们的椅子上方，双手会先撑在你的前面这个横把的地方，脚跟会稍微颠高，站起来，所以你的身体重心会在右边的脚踝、右边的足弓，完全的向下踩下去。好，准备好之后，肩膀远离耳朵，背打直。我们现在肚子跟大腿是粘在一起。下一个吸气的时候，想办法我们要把肚子离开大腿，要站起来，前面的脚保持膝盖弯曲。吸气，预备，双手往上提高，后面的脚要伸直哦，很好，在这里停留。后面的脚跟往下踩下去，但是没有放到地板上哦，后腿持续伸直。轻轻的脚吸，头吸，肩膀再放下来，远离耳朵，让脖子向上拉长。轻轻的脚吸，头吸，后面的大腿持续提高。最后一次，轻轻的吐气，慢慢吐气，双手放回到横把。好，前面的脚，后面的脚跟踩下来，双手扶好，椅子往脚放下来。我们换脚，左脚踩到椅子上方，双手先重心往前放稳。脚踩上来，踩到椅子正中间，记得力量是向下方踩，好像我们要踩它蹬起来的这个力量。踩好之后，后面的脚跟往下稍微拉展开来，快要踩到地板的感觉。好，双手扶上来到横把的地方，抬头挺胸，胸口朝向正前方。好，肩膀往后，稍微把肩胛骨夹起来的感觉，背要出力。吸气，双手向上，来到耳朵的两侧，手往内转一点点，肚子再远离你的大腿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，轻轻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双手往前放下来，膝盖伸直，双手撑稳，让脚放下来。坐在轻后，接下来我们会用到更多腿外侧跟屁股的力量。我们把椅子放到旁边来，可以往外稍微转一下这个方向，让脚朝着椅子的方向往外旋出来。右脚先往上放上来，脚记得往外转45度的地方，双手撑好在椅子上之后，膝盖弯曲往后跨一大步。你的脚跟可以选择第一，提起来，脚跟离开地板；第二，脚跟可以踩下来，脚趾稍微往外转15度。待会我们的肚子会在大腿的里面，所以没有这样粘着哦。大腿往外打开来，双手撑在椅子上方，在这里停留。深深的吸气，臀部往下放下来，柔软度比较好，腿力也比较好的阿公阿婆，来，手放在大腿上方，吸气，左手抬高，让你的右边大腿持续向外打开来。层层的吸气，轻轻的吐气，最后一次，层层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手放到椅子上方，手扶好，膝盖伸直，脚放下来。好，我们换边。
一样，椅子往外转45度，左脚先踩上来椅子上方，手扶好，一手在上，一手在下，扶好，脚往后跳一大步，可以选择踮脚跟，或者是脚踩好踩满。左边的大腿往外打开来，让肚子朝向地板，肚子跟大腿没有粘在一起。好，在这边背打直，视线看向你的脚跟手之间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沉沉的就吸，慢慢的吐气。还想要再加强的阿公阿婆，左手放在左边大腿，吸气，右手往上，屁股持续向下，髋部向下，肩膀远离耳朵，沉沉的就吸，慢慢的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就吸，慢慢的吐气。手往前往下放到椅子上方，手扶稳，膝盖伸直，脚踩下来，两只脚稍微并拢在一起，肩膀往上往下放，手指打开来，调整一下呼吸。抽得轻后，动位哦，休息一下。接下来，我哋继续练习，请大家帮我准备一张椅子，2个瑜伽砖。椅子比较高，所以如果想要挑战的人，可以选择用瑜伽砖。好，我们会需要跪下来，膝盖比较不舒服的人，你可以垫毛巾，或者把瑜伽垫折起来，放在膝盖的下方。好，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做低弓箭步。手可以选择扶在椅子上，或者是瑜伽砖上面，后面的脚跟会往后抵着墙壁。好，我们把椅子放到左边的侧身，右脚往前踩一大步。左边的脚，请你往后想办法伸直，在这边轻轻的伸直之后，后脚跟、脚板整个踩向地板，整个踩向墙壁。好。手帮我扶在你的大腿上方，左手扶在椅子上方，吐气往下沉，让你的髋前侧往地板的方向沉。下一个吸气的时候，肚子稍微收起来，尝试让肚子离开大腿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再一次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脚还有力气的阿公阿婆，我们挑战一下，让你的2只手拿着瑜伽砖，撑在脚板的2侧，手撑好，吸气，让后面的膝盖离开地板，眼睛看向脚趾头，右边的脚趾头。脚跟记得要踩好墙壁，右边的屁股往后推一点点，背打直，肩膀远离耳朵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后腿要持续的伸直，加油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吐气，屁股记得还是要蹲下来，往下放一点点，屁股不要翘得太高哦。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不用下来，脚不用下来，脚往后踩下来，膝盖回到并在一起的地方。抽得轻后，我们换边，让你的椅子来到右手边的地方。如果觉得撑着瑜伽砖太吃力，我们手扶在椅子上。好，换脚，左脚往前踩一大步，膝盖跪在一样的地方，
吐气的时候，膝盖往前，腹部、髋部往下送。先把我们的前后腿分开来，肚子稍微往内收，后面的脚抵好墙壁，脚跟踩稳。吸气，肚子远离你的大腿，肩膀放下来，尾椎收回来。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可以的话，吐气的时候再把屁股往地板的方向做。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腿还有力的阿公阿婆来咯，双手拿着你的瑜伽砖，来，手撑在脚的两侧。吸气，预备，把脚提起来，脚跟踩到地板上，膝盖离开地板。右边的臀部没有抬起来，右边的臀部放下来，往下蹲，背要打直，好像随时要冲出去一样。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脖子持续向前方伸出去。沉沉的吸气，还可以再往下蹲一点点吗？慢慢的吐气，最后一个吸气，加油！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膝盖放下来，手扶到椅子上方，手在心后。好，下一个动作，我们先把瑜伽砖放在旁边，椅子再一次回到左手边来。刚刚我们做的是屈膝活动，我们接下来要把前面的脚伸直勾起来，伸展腿后侧，所以我们的脚一样踩到椅子的中间的地方，脚稍微往外打开一点点，往外转45度，脚跟踩好，在这边膝盖弯曲，好，两个90度。前面的脚膝盖90度，后面的脚膝盖90度，手扶在椅子上方，扶在膝盖上方。好，吸气的时候，我们胸口往上提高；吐气，前面的脚膝盖要伸直，屁股往后坐。吐气，往前鞠躬的感觉，手轻轻的扶着就好，不要往下压哦，轻轻的扶着就好。再一次吸气，踩回来。吐气的时候往后，屁股向后坐，肚子向地板的方向去，不是向大腿哦，向地板的方向去。脚记得要勾回来。柔软度还 OK 的阿公阿婆，来，双手往下放到地板的方向，双手点地或是手掌撑地都可以。在这里稍微停留。如果这边太痛了，我们就撑回来一点点，撑在这里也很好。慢慢吸气，吐气，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吸气。慢慢的吐气，好，脚直接往下踩下去，双手扶在椅子上方，收右脚。好，换边，右脚直接跪下来，左脚往前踩一大步，一样踩在椅子的中间，脚往外转，脚跟留在垫子内，脚往外转45度。好。一手扶在椅子上，一手扶在大腿上方。先把膝盖弯曲下来，肚子往下沉，骨盆向下沉。好，
吸一口气，我们推起来，屁股往后坐，脚伸直，脚勾起来，前面的脚勾起来，手轻轻的放着，保持平衡，不会东倒西歪就好。吸气起来，前脚膝盖弯曲，踩下去。吸气往上推高，吐气勾脚，手顺势的往下滑。柔软度还 OK， 还想要挑战的阿公阿婆，手可以往下放到地板。手放不到的话，我们就瑜伽砖也可以撑起来这个高度，也可以哦。深深的吸气，左脚要勾起来，持续的发力，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手扶到椅子上方，扶到脚，前脚弯曲，踩下来，很好，脚收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躺下来，椅子放到旁边，暂时不需要。垫子铺平，我们从侧边躺下来，我们先侧躺，再躺下来。左脚膝盖弯曲，右脚膝盖大腿抱向你的肚子。没有问题，屁股不会太紧绷的阿公阿婆，下面的左脚踢出去，往下伸直，把你的腿后侧伸展一下，稍微抱紧，一个轻松的动作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下一个吸气，我们把左手抓着右脚踝，稍微让你的脚跟靠向胸口，斜45度的地方，膝盖稍微向外走一点点，一样抱向胸口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我们换脚，右脚踩到地板上，左脚膝盖弯曲靠向胸口，双手先抱着。如果抱不到小腿，我们抱大腿后侧也可以，让我们的膝盖尽量靠近胸口为第一优先。上面的脚稍微勾起来，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下一个吸气，右手来抓着你的脚踝，脚踝靠近胸口，膝盖稍微向外一点点，一样往胸口的方向抱。吐气，最后一次，轻轻的吸气，吐气。脚踩下来，我们从侧边左边倒过来，往上撑起来，双脚轻轻的前后交叉，双手放在膝盖上方，看起来较休散哦，坐得轻好，神蒙太嘎。